来关心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外口，今仔日饭店柜发现有人去遐偷放火，交在警察虽甲火拍花，才无造成伤亡。天光了后，警方抓到3个嫌犯，原来是一个姓张的少年家，因为涉嫌做诈骗的车手，将一案放交去警察局说明，伊感觉警方歹下手，竟然就叫因朋友去偷放火。 停伫警局边仔的前方车，车身甲涂骹拢焦粉啊！测试透早0.28分，伫台中市南区福兴路甲学府路口的第三分局发生火灾，一台停伫边仔门的前方车，车卡刷熊熊出现火星，过路的民众赶紧通报警方，值班的员警赶紧摕灭火器来拍火。 车辆烧起来，我们都有马上发现，然后当然也有民众有跟我们讲，我们当然我们都有看这个监视器，我们都有自己有发现，我们就自己过去灭火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原来17岁姓张的少年，因为涉嫌做诈骗车手，车人到案说明了后，因为心肝万分，决定初7半暝，塞索姓孙甲姓朱2个朋友，到警局等汽油弹放火了后逃走，好在载车无导火，嘛无人员受伤。警方随成立专案小组，天道还未光，就伫西屯区。 甲姓张等3个人逮捕。本案为张姓少年因不满警行过程，教唆孙姓及朱姓友人投掷易燃物品，引发火势。警方迅速查明案情，天还没亮，即将涉案3人查缉到案，并依讯后前述依法就办。即马都已经拢讲得开来讲乱了了去啊！是毋是安尼社会即马？ 讲得开来叫做人心惶惶啦。附近住户是讲，代志发生迄当时当伫困，坦白讲，担心治安无好，大家会惊。警方甲3个人依照涉嫌公共危险、放火等罪嫌移送法办，强调无用阮任何调整公权力的不法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